在咱在日前要来讲南投的消息，这个民间电风歌手这学期有一项特别的课程，就是沙雕。学校特别邀请老师去学校教这学生，为基础开始学起，最后做完成沙雕这个城堡，大家学生拢算甲真欢喜，拢感觉真有成就感。上课时间会当算耍，学生真欢喜，因为来起一座城堡。这个沙雕课程里面，我们是规划在我们弹性学习课程，总共有8次上课，有16堂。南投民间乡电风歌手利用弹性学习课程，邀请沙雕师来到学校举办沙雕技术课。课程到上尾一天，大家互相合作，把城堡起好势。困难的地方主要是因为是像我们现在的造型是立体的，所以小朋友通常画画都是2D 的，现在你要把它转换成3D， 对他们来说观念会有点会转换不过来。会基本功开始学，会当看到学生真认真伫咧雕刻，唔惊失败。看到城堡要起好势时，佮起甲这么水，大家拢感觉真有成就感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